喂，大家好，我係 Max，今日同大家見面啊，好開心。今日嘅影片呢係關於點解咁多中國人呢會選擇嚟馬來西亞居住呢？希望呢個影片能夠提供多少嘅意見，仲有點解啲中國遊客、中國人會選擇逗留喺馬來西亞呢？記得喺呢個影片開始之前，能夠得到大家嘅支持，點讚、訂閱、分享下我嘅頻道啦，多謝晒！點解咁多中國人呢中意嚟馬來西亞旅遊啦、讀書咧，甚至乎申請 MM2K 咧？其實原因好簡單，因為馬來西亞成本低，比中國一線城市平得好多，住得舒服，食得開心，再加上華人嘅社區遍佈全國，講廣東話、普通話都有人明，語言冇障礙，適應好快。咁飲食方面啦，中菜啦、涼野菜咧、馬來美食啦、印度餐應有盡有，口味親切，唔使擔心冇胃口嘅問題。文化上，馬來西亞華人保留咗好多傳統嘅節日同價值觀，令人好有歸屬感啊！教育方面啦，國際學校啦，多元化嘅選擇啦，英文環境對下一代嘅學習好有幫助。最重要係馬來西亞對中國人免簽證啊！旅遊啦同長期居留方面又安心啦，真係唔誇張，可以話中國人嘅第二個家。我係陳文，40歲喺廣州做電動車維修師傅。12月公司派我哋馬來西亞吉隆坡分行1個月工作簽證，負責培訓同監督本地技師。冬至，全世界嘅華人社群都會同家人團聚食飯，真係對唔住。我唔方便咁俾你睇一段我同我嘅馬來西亞老闆喺冬至期間團聚食飯嘅影片。如果冇佢哋嘅同意，同埋因為私隱問題，我已經喺吉隆坡住咗3個星期，下星期就要返廣州。一個人喺外地，本來以為會孤單過冬至，但係我嘅馬來西亞華人上司李先生竟然邀請我去屋企同家人一齊食冬至晚餐。呢份熱情同溫暖令我陳文非常感動。呢個係我人生嘅第一次，陌生人竟然當我係自己家人咁款待。我諗返起喺廣州，好耐冇同屋企人一齊過冬至，因為好多家庭都忙住揾食，經濟壓力大，傳統慢慢消失。今日係我喺吉隆坡辦理工作簽證嘅最後一日，今晚就要返廣州啦。真係好感激呢段時間馬來西亞華人、同事同埋好多陌生朋友嘅溫暖、支持同無私嘅好客。你哋嘅善良徹底改變咗我對馬來西亞嘅睇法，打破咗我已住聽過嘅刻板印象同誤解。喺馬來西亞短短嘅工作日子，好快就過去啦。多謝大家嘅照顧、包容同鼓勵，令我喺呢度感受到溫暖同尊重。雖然時間唔長，但每一日都好珍貴，每一位同事都值得我記住。今次喺馬來西亞嘅經歷，令我更加堅定，想申請調去馬來西亞分公司。好希望我申請調職去馬來西亞分行嘅請求可以得到中國總部嘅批准，為自己嘅事業同未來揾一個更好嘅開始。馬來西亞朋友們，希望將來有緣再見，同大家重聚，到時見。祝大家工作順利，生活愉快。多謝晒。我啱啱安全抵達廣州白雲國際機場，依家喺到達大堂等緊叫車。今個農曆新年會同屋企人再次去馬來西亞探訪，同意定唔同意呢？請喺個留言區嗰度分享下你嘅意見啦，多謝晒。今日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我哋喺下一個影片再見面啦，記得訂閱、點讚、分享下我小弟阿偉傑嘅頻道啦，多謝晒。